这个是正能量的方面。你会烦恼袂？啊，你到尾害我囝爱惊做掉，我囝来做上学咧，啊，我囝来讲道理，啊，我囝来创老的，人像保研你看，有班人伫台北就拼倒来。哦，你看目睭好的人，伊就无来得一个目睭问题人，伊有人要拼倒来。咱有比咱较精神无？让你知影要怎么走入这种正能量的环境。一年这苗就是比较改变。不然目睭好的人啊，有当看一世年纪老白了，唱了啊，伊袂乖乖啊，只有心乖袂调啊。敢是？虽然听见，如果你哪怕选择正能量的朋友，我坚信你未来不会太差，你的人生会差到偌济。这是马云来讲因人家的经验。什么叫正能量？八正道，这个叫正能量。哦，什么叫做八正道？当然，这个物件我免想讲，时间到4点，啊，所以呢，讲袂了，我就无需要继续讲了吼。第4点，不可安逸，家己唔通想过来放荡啦，家己唔通想过来想要抢欲啦，改变痛苦，但不改变你的舒服，改变会痛苦啦，不改变你会吃苦啦。改变有痛苦无？这样的改变，我要改变离婚，有好改变无？无好改变。但是你无改变，后日你就死啊！安尼就好嘞。好，你叫你改变一所事有艰苦。若听到一个菜，心着惊，啊，亲像爱报命。但是你后边一句话，你不改变你会吃。因为毕竟行入命运的解决，就是因为你会当管理甲重视化产业，这是绝对的物件，这是要有定义咱看会出来的物件。但是你改变，好啊，今后因为落花，这顶爬出来，现在个烤乳猪。弄个大螃蟹，那个做好个花刀，花点水都得了，食会落去，有痛苦无？我即摆就菲律宾，我就叫做蔡经理嘛，我那时候，你较早的大细因一个后生，咧出国，走去的时阵啊，迄个马尼啦，迄个丹英站，迄个菲律宾航空公司是。但你在1000多千几个空调，你办迄个都结婚，但是因菲律宾，你若要叫请，你会先食，无食不咱5点咱回头，你啥物件？开始就说我咧办你做我仪式，互你补过了后，3点2点我调，食到了3、4点，头一个捧出来，迄出捧出来，一个较大个，看起来，真大个。什么都拢，但你缩小放出来，哈不那会，我看到你2、3点得一看着，你炒到这个炒成这样，看得出蛮好呢。我边帮忙我啊，这今年啊，今年当有苦啊，变成OK，那么弄，啊我今年当有啊，出大菜啊，好苦啊，安尼炒这无，第2出来。烤乳猪，啊，你捧出不这个，你等快一般好的面，啊无等到一般好的时阵好的，第3盘捧来，第4，第3盘捧出来，大量的，愈看头愈大了，我得而且这个我明天看你食这2、3块嘛，看到那个一顿这嘛，你家己心会动哦，我今日无带到这个吃菜。因为我若要食菜，我去头家。啊，以后经常食菜，我都暗去食，有无？改变不同，有无？食艰苦，但是我若能够出来，好个，你食迄嘛是饱，因食迄嘛是饱，伊食到是了高，你食到身体健康，甚至你那个对个，你那个嘛你考要个啦。无啦，无要过来啦。
改变你的思路，改变你的思路，思路做袂了后，一年啊，你不用快乐起来。思路不做会了后，我这侪钱去食啥咯？啊，会好无？所以你今日去真正对家己袂使上个放弃性，爱对家己要求改变很难，想改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，改变才难。有影呢？人生要改变，拢唔得咧改变。我那一个亲，迄个较早吴太太个囝，吴文生，即吴文才、吴文生、吴文龙。但是吴文生，我自过去可怜，因为这边吴太太咱过去诚心的，我过去的，我为吴文生要食素食，要修行咯。但是我人吴文才，使用我听吴文才，甲吴文良，人因咧迄个亲家太太人，吴文生太太人亲家，我惊伊唔亲家。有一个朋友，阮所有人囝仔出来学，为啥？文生啊吼，我看当甲亲口袂可能当袂到8月了会切啊，当袂。哈，文生来哪？气感，会腺癌啊，会腺癌。啊，我感觉8月27刚当袂到，今年当袂到。啊，迄个以前有公司我拿来，哦。我因为我过去到过去过来变，因就是我在求见民主比，来我带所有，在所有位置，今年做主编，刚过去我看一般都受限对于老不你怎么开发起来？尤其我看起来伤啊，不靠信心，咱我看见嘛，看见老母，今年我定不了，就我比较办，往今年结束了的情况。迄个早起办了，因为伊3天拢了来，随即因老母甲老爸先出班几日办，无，我已经真好，我感动你讲，我已经真好。你会期待啊？我嘛，家己今日去突破，但是即摆安怎我唔知啦，因为迄个时阵啊，甘愿要改变，爱听无？拢着拄到迄个时阵，咱要改变，改变很难。想要改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但是这个时阵不是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。做这代志，一定是咱家己的刻苦家己，就是改变自己。第二点，下定决心，破釜沉舟的精神。下定决心，斩断自己的退路，才能更赢得出路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一种斩断自己的退路的勇气。咱来砍断咱家己的退路，咱家己到出路。过去，人个泰国，人个台湾的生意人，去到的时阵啊，迄个泰国，一个就是要去遐做事业，啊，一个就是已经伫台湾咧通识，咱要泰国。伫台湾做事业，迄个去看市场看法，做了伊回来失败。而走路去即个成功，而且做到起落到。因为我无退路，你听无？我的退路就是太平洋，就是大海，我无退路。我一定退路就死伫海中。但是台湾即个有出路的，即个有台湾事业，即个你做袂开，我当命伊无比泰国无成就。我讲这道理你听无？这个叫破釜沉舟。咱今日对咱家己有破釜沉舟的观念无？我是要聊，咱家己唔敢对家己责任，咱唔敢对家己下功夫，后日你要到出路你搞不，你要怎么出路？你绝对走不到出路去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一种斩断自己的退路，这种勇气。人生就要这条路，我一定要坚持后边。我这里咯，我一定看怎么动，我袂使含着重心，而且叫人迎合。这一定要走，你到后边有菩萨这个出路。你后边这重心的路，你若走无动，你后你要走菩萨这个出路无可能。这个你讲法足够，讲法足够。所以呢，你身后有退路，就会心存侥幸的安逸；身后无退路，才会自己
迎着出路。伊甲你讲，伊讲因为你的心有退路，你心存侥幸，因为我要打，我真是在做健康，我会做食我负的，我着安怎，是毋是安尼？这个叫做心存侥幸。今日咱毋是为着咱，我无退路，当做这个代志，我今日用会去，你着富不贵者，富不贵者，中贵者，首先就是找我个地方讲，找我有缘去做。我7天有缘去做个晋江公园，我行7条路我无行袂使，所以咱迎着出路，我拄则讲，泰国可能在上，因为因去到泰国这成功一个失败，因为一个无退路，一个也有退路，无退路的成功，有退路的失败在哪里？各位，咱今日去修办落来底，这是一个足严重的问题，足严重问题。咱今日去都要含重心一定要倒落来，这叫做退路。咱今日去唔爱甲落倒落来，重心咱站不长叫做出路。我要后边做阿拉，后边要做菩萨，这叫做出路。但是你是毋是爱对站当你家己这退路？唔通我得留一个情面内底啦。因为我得留一个，迄个情，就是安怎？是因果，情是因果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第6点，伊甲你讲，铭记梦想，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就差一点点。成功的人可以无次次的修改方式，绝不轻易放弃目标；不成功的人总是改变目标，就是不改变方法。成功甲无成功的人都差一点点。成功的人就是想多转嘛，想多转嘛。就简单讲，我事业做咧，我都换头路啦，你听无？到尾来无出路，安尼啊？但是人成功的人，就是无换头路，咱就改变方法。我今日这个产品袂当到市场管理，我一定咧改变我这个产品，一直改变我这个产品，这个方法咱改变。伊毋是换头路。咱过去有一句话在讲。一担12个月，换线头家再朝尾行杀，这个你听无？不过是换头家，不过是换头路。哪要甲讲起来？啥物说真是行，只当超过了面公园，靠来在别位啊。这个艺术就甲恁教，人生来底当中，莫想这方法目标。正确，咱想办到这个胜利集团了后，茫然要走咧无够啦，走来道够啦，走来基督够啦，走来什么都拢会当归去正地啦，上到换起来啦。足侪够嘛，根本说到袂够，不然会够，你话根本说袂够。连走来，下多咧换头路，下多咧换道场，下多咧换宗教，我也说袂够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今日去当中，咱今日改变，我想到袂成功是我的问题，我思想的问题，毋是道场的问题，这点咱要了解。不成功的人总是改变目标，唔改变方法，这是咧甲你讲的第7点，危机那是一个转机，每一次在其中拢蕴藏着成功的契机。命运是互你的口的景有，也互你的笑的快乐。命运啊，危机那是转机啊，受到危机那是个转机。有影呢？我过去长期过来台上咧放屁，阮老爸常叫我要听课，我逐日拢去听到迄个生活面，因为我拄开始开讲菜啊。但阮老爸，因为我大啦，伊总袂使有骂啊，袂使讲顶下个特别点啊，袂当安尼啊。但是，离阮老爸咧危机的内底当中，迄阵伊嘛做用心做耐心，但是你危机的内底当中，其实咱就是做不了，因为伊咧甲你讲是对啊，毋对。
有下道理，有下道理，你较其实咱嘴咧硬，心还是转变的了。那我嘴硬尔啦，心已经软落来啦，已经知影好法啦。我今食菜，你嘛讲啊妈，但是你心爱软对不对？想要食对不对？那叫做嘴硬心软啦，就是你有认同啊，毋是你无认同。但是规矩这是总矩，虽然我今日坚持我无爱，但是其实你还是转变。所以呢，每一个进步中，拢蕴藏着成功的契机。每一次的逆境中，每一种拄着逆境的内底当中，逆境拢就是你互蕴藏着，稳重表你成功的一个契机。你毋通拄着这逆境中你就放弃，放弃你就无成功的契机。命运是互你头的景物嘛，互你会当笑快乐。这个命运，你要笑甲哭，拢有你的关系。今日成功欢喜，但是今日你成功对对来，对哭来，成功对你哭来，你哭落来就嘛是垃圾，你今仔成功。我今日泰国，曾经讲啊，怎啊哭？咱讲哭，因为阮当时阮咧这查某囝刚生出来，因厝啊，我领了3个月，我就开始3个月，去到泰国，到南安机场落，到落了后，就要去3个月，2个月，要1个月、3个月，办也无倒，逐日伫遐你看我看，毋知要去倒讲有听，行嘛无路，厝倒有事业，厝倒查某囝生出来。想着目屎就流，有影呢，新闻目屎流，我到33岁，你34岁去泰国的嘛，34岁，阮迄个查某囝上细到34岁，拄离我34岁生，甲剩30岁，拄啊69岁，拄啊好嘛所以迄个时阵，咱平常做协会，我当时太想迄个泰国开放，但是。命运互你哭的景，但是嘛，互你会当笑快乐。行过了后，同样咱欢喜。因为咱讲已经看到明年的太阳，已经看到咱的成绩啊。毋过你过去无付出，哪有你今日会迄笑？较是红经理，基础是红经理。基础中stud人，因一个小弟，甲叫去的时阵啊，泰国咧办过，但伊那是个家庭，伊遐办几年办起来，办到目屎拢会使。有一届，咱拄伫泰国4年开怎开，无几个老板过来国家边仔开，师尊来知影伊，伊就甲讲。叫黄土耳起来，红啊，去红土亮土起来。无论心多宽，路多长，修多苦，半多难，过程是心的宽度与心的深度。只要你按照属命的角度，前面就是出路。讲起来好吗？规个内底当中，迄个不准，就叫要复杂。互咱师尊嘛讲着伊心得，不会到复杂到好出来，我骗袂惊。因为咱讲，因为囝拢唔错。事业未出台湾，但是伊咧遮办都办起来，伊办起来，都无要紧。但是即摆，安尼就是已经起来，所以有效的决定，伊的原理就是因已经成功啊。所以别人讲是万句，你不如去实践，你得到的是，你得到的都不是自己的经验，不是自己做的，就很难有感同身受。就讲今日你别人讲一万句，不如你家己去实践。咱听讲咱道理听有这个无？听一笑去啊。没有啊。但是我们真正你自己去体验，该去体验我们。所以呢，你得体验叫做感同身受，这是伫为医疗的当中，咱看到专辑最后一句话，一个人的成长必须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行。听讲千万句，不如自己率领一下来做。
这个真是，咱讲听讲是头几啦，不如他你真正去行去学习到了后，你会感觉真，眼泪是叫你做的，后悔帮你成长，疼痛是最好的老师，人生该走的崎岖坎坷的路，其实一步都不能少。这句话在讲，一个人的成长必须爱一步一步脚踏实地。各位姐妹，我主张不信法律，伊已经行过50年，伊毋是一摆跳来讲50年无可能。咱各位30年、40年，无可能一个跳30年、40年，这拢是一步一步累积来的物件。听人讲的千万有这种听讲的，不如你家己去学习到啦，咱家己学习到，家己面对着，面对你家己学，来得真实，你若通真正感受啦。眼泪是叫你做的，目屎就是教你做啦。但是协会是帮你成长。我与300多年前协会，但是就是帮我成长。眼泪，眼泪是叫你做的。因为咱人坚持要做这个行业，咱得给老师去创啊。所以呢，疼痛是你最好的老师。这是你家己感受的物件，人生的坎坷、烦恼，其实一步一步拢袂当走，拢袂当变。你要怎么去？想完到，你拄着你去领会，你唔通拐弯抹角。面对着，因为受到足侪拐弯抹角来低下来放弃的，因为这是一件事实。只要你爬到山顶，只要你爬到山顶，这座山才能支撑着你。只有你是境界提高了，这个境界来自提升了你。只要你关心别人，别人才会去关心你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你已经行到山顶，唔过呢，这个山是支撑着你的成功。你要袂成功以前，这个山是别人的。你爬去到山顶啊，这个山坡支撑你一个人，就是你的。今日你爬去到山顶啊，你已经成功啊，你菩萨就是你的。你今日也袂到顶悬，你也袂菩萨，但是你按上你的。所以今日就是头前经过7步了后，最后1步，你讲你已经成就了。马云，他现在形成一个世界的队长，叫大企业家。但嘛，咱为世界什么人知马云？是毋是呢？世界这大企业家支撑着他。过去默默无名一个企业马云，他搞什么物件？但是人已经大企业家成就起来，世界人就同意了。咁是呢？这句话倒来，咱今日已经成功啊！你已经修菩萨已经成就啊，所以偌济罗汉，偌济这众生遐地方，对你话的怎么羡慕？你能够造就你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，你会当成就了无上正定境啊！你是我伟大的财富，所以呢，只要你关心别人，别人才会关心你。修道就是你要付出。你没有付出，哪来接触？你没有办法，哪来开发？你没有投入，哪来深入？所以你有付出就有接触，你不付出就结出。所以这条当中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物件。所以时间已经用我来给他讲这个辩论课，所以我这讲局到4点。要做一个称职的修道人。要做到一个真正称职的修道人，要有这几点。要做一个称职修道人，如果有想法，没见就无法欢喜了却神圣责任。想做这，无见你不去行，那这活动无法欢喜了却你心情这个。想是对，但是行袂出来。修得好无？好，学得好唔好？生活啥唔好？
但是要叫你行，心就惊，参照爱我的命，行袂出来。啊，若安尼当中你嘛无法去欢喜了却你心情一个第二句，有热情无悲怨，好，也特别你有那种悲怨。好，德行彼此双运起来，彼此彼此相温呢，啊，就有法称职继承疏远的使命。你有热情尔，但是你不是种悲怨，热情是一种表现，悲怨就对内心产生一种的感动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安尼你无法度称职的，你无法度做就为真正。咱培养足优秀的弟子，咱替师师母来来继承修完的使命，你就有法这个条件。第三，学识无地位，就无当清楚辨别混淆是非。学识是对，但地位无。都叫国书、硕士、学士，甚至呢，但是呢，无地位。就无法度办清楚迄个混淆是非，真理就是智慧了辨别，社会是非的知识咧论断，咧知识咧论断。所以咱今日学袂啥，智慧咱学知识，有失班无真守，就无法度完成恢复原有的特色。失班无真守，有人我办都办到足认真。有无？啊，你着调做到足认真，但是咱无真正的修养，去做外表尔，互看到敢有即个人修啊，搁来底当遮诚心。毋过呢，拄着紧就倒啊，一句话贴袂下，就避免啊，啊，就真少无。啊，修嘛修无道，对不对？到尾修，到底修道，一日内心世界无提升，拄着紧就倒，听一句话就挡袂了。那个是讲，修过几十年来当中，咱面对着一个境内底当中，咱的心安全无势，控制无势，就无当完全恢复原有的特性，你的原有无法的特性不能圆满。所以，趁着修道人要不断的突破自我，显出真正这个修的人，哎那，要有不断对自己突破、自我限制，安尼叫做超越。听无？叫超越，时间短，好，我来讲。但你这若听好，听会可能是无用，有影。但是听会记，但是爱实践，无去实践，有咱是要讲去拍的。爱听无？啊，所以咱修学就是要这落实伫咱的心境中内底。那安尼，咱才袂耽误着咱家己，嘛袂耽误着咱去人去做。那是真正称职的修道人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大众评比。感谢父权的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公道一鞠躬，传承人类相公。